后来乡亲啊，这个新衫啊，买回来上好是洗洗才来穿。高雄一个小家人啊，爬山爬爬的，脚只拼布水拍个进上，伊想讲是生皮蛇，到皮肤科一个检查才知影讲，原来是伊新买的迄种下舒型的运动衫，无清洗就穿去爬山。结果这个衫啊面顶的粘色剂、化学药剂等等，离流汗了后，致使伊的皮肤过敏，引发着接触性的湿疹。想要透过运动来变瘦，高雄一位查某囡仔运动了后煞变安尼，肩胛头拢变红的，而且佫真痒，可以赶紧去医生看，发现是接触性湿疹。急性的接触性的皮肤炎，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一些糜烂性的一些溃烂。原来查某囡仔为着要变瘦，就像安尼穿真合水的运动衫去爬山，结果问题就出伫衫裤。买了一些新的一个机能的运动衣来穿。没有说可能先给它洗过啦，大量的流汗啊、汗疹啊，然后再加上那些可能那个衣服的一些新的成分的溶出物，造成皮肤的一些急性的接触性的皮肤炎。皮肤科的医师建议，任何衫裤买回去了，一定要先洗过，而且拍干。若是较合水的运动衫，袂使伤细、伤红，要选较会当存久的，才袂引起皮肤病。